呢個茶香香甜甜，十分有益。加拿大嘅冬天十分寒冷，多雪，烏雲滿布，心情都覺得鬱悶。嚟一杯呢一個玫瑰薑早茶，舒心解鬱，暖身補血氣，心情都好啲。8g 薑切薄片，入一鍋500cc 嘅水入邊，4粒無核小紅棗切片，放埋入煲裏邊。一個2杯份量嘅紅茶茶包，蓋好大火煮滾，滾起之後轉細火煮10分鐘。10g 紅糖攪勻，8粒玫瑰花蕾，熄火蓋好燜10分鐘。好啦，飲嘅時候放入1粒玫瑰花蕾，添色添香。